大家好，我係汪奴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係最新上映嘅超人電影《超人阿古 The Movie》超次元大決戰光與暗嘅阿古。分享之前喺度先多謝新影邀請我睇優先場嘅，睇完套戲眼瞓嘅感覺冇劇集咁嚴重，但係就有一種呢套真係電影嚟嘅咩嘅感覺啦。我覺得只係3個劇集嘅故事而合成嘅一套長嘅故事啫噃。而家即刻同大家講下我有呢個睇法嘅理由啦。開始之前先同大家講咗呢段片會有劇透嘅成分，諗清楚先睇落去啊。先同大家講講故事大綱。故事講述一個男人想優馬接受挑戰，睇下優馬適唔適合做一個戰士。挑戰有3件事，所以套戲可以分成3個故事。優馬分別對3樣嘢得到重視：第一，相信怪獸嘅意義；第二，自我反省嘅意義，同埋對朋友嘅重視。大家一直以嚟嘅電影，包括超人電影，大多數都係一個電影故事去解決一件事，而故事會慢慢推進落去嘅。好似超人迪迦、蒂娜與佳亞、超時空大決戰呢套戲，成套都只係追擊紅色波，而劇情會隨住電影嘅發展慢慢推進落去，觀眾都會睇到越嚟越興奮。但今次超人阿古嘅電影係以章節電影嚟打造，成個故事可以分為3個章節，主角喺呢3個章節度學識同領悟到唔同事情，觀眾一直睇落去可以好清楚咁睇到主角嘅心理成長，亦都好直白咁講咗俾觀眾知。但係因為當中係有3個唔同嘅章節，所以高潮位置都散佈咗喺3個唔同嘅部分，觀眾可以有3個地方享受到高潮。但係因為高潮散佈咗喺唔同嘅地方，所以到最後冇一種終極高潮位，即使係最終決戰都有一種到喉唔到肺嘅感覺，睇起上嚟係令我達唔到睇緊電影嘅緊張感。加上好似啱先咁講，成個電影以章節嚟進行，高潮位又麻麻地，所以俾人嘅感覺就好似一次過睇緊3集劇集嘅感覺，唔似睇緊一套電影啊。喺早前嘅超人阿古總評影片都講過，成套阿古最重要嘅就係溫柔溫情嘅風格。想睇更多，大家可以睇翻右上角條 link 睇翻總評嘅影片。而今次電影都係維持住呢一種風格，而所用嘅方法都係以情為主噶。好似第一個故事，成個故事內容係講人同怪獸和諧相處嘅故事，而當中就以人同狗嘅相處為一個借鏡，無論怪獸嘅設計定作戰嘅風格都係以狗為切入點，而主角領悟到嘅嘢就係相信怪獸。套翻喺現實度睇，基本上劇組想借故事同觀眾講人同動物嘅相處之道，而就利用呢個故事嘅單元人物同怪獸嘅相處做一個例子。成個第一章嘅故事都係以情為主，所講嘅情就係人同動物嘅情，而嚟緊嘅2個單元故事就係講述自我反省同相信朋友嘅情。喺個幾鐘入邊睇3個以情為重心嘅故事，加埋好似之前咁講，啲故事高潮位唔夠勁，好難令人有一種投入嘅感覺，只係俾到人有一種咦又係呢啲劇情嘅心態。一路睇落去已經完全感覺到故事係會分成3個單元劇嘅形式去做，但當睇到最後完結嘅時候，劇組安排翻劇集嘅故事同標題逐集咁樣搜翻出嚟，而呢3個故事就攝咗喺21同22集之間，咁樣令人更加有一種一次過睇3集劇集嘅感覺，係完全唔似睇緊一套電影噶。其實將套劇入邊嘅布雷薩故事變成電影咁樣推出，再安排翻布雷薩嘅人物角色喺電影入邊登場，製作一套 crossover 嘅電影，然後將呢一套電影嘅3個故事變成喺劇集入邊播，而最後一個故事變成上下集，咁樣可能會更加好。雖然布雷薩篇喺觀眾入邊都唔係有一個好嘅印象，但起碼故事係有推進。只要電影入邊加翻布雷薩嘅人物角色，電影嘅高潮位同埋劇情一定會比而家呢一套好噶。成套電影以單元劇嘅章節方式進行，令觀眾覺得自己係睇緊一套戲噶，所以成套電影唔係咁適合成年人去觀看。但如果換轉係細路嘅話，應該就覺得幾好睇嘅，因為當中有搞笑位，又有查案嘅劇情，仲有超人同超人對打合作嘅位置，應該係滿足到唔少嘅細路仔。最後趁而家香港上映緊，唔好錯過喺戲院睇超人電影嘅機會啦！呢段片去到呢度差唔多，如果大家想睇更多關於超人影片，記得訂閱頻道，仲有撳下鐘仔，一有新影片就即刻知道。唔好唔記得讚好、留言、分享呢段片出去。呢段片呢度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